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世界卫生大会昨来复会，有14个邦交国来提案，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加入，但是中国强烈来反对。大会最后是裁示讲，台湾这个参与案无来列入到大会议程。世界卫生大会 WHO 昨用视讯的方式恢复开会，会中真日友邦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 WHO， 中国提出强烈的反对。 This proposal violates the purpose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and reject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. 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陈旭再次强调一中的原则，佮讲台湾结合少数的国家，拍算要扩张国际间的空间，创造出两个中国，也是一中一台。最后大会主席裁示，台湾参与案无列入大会议程，台湾各互人拒绝。 虽然美国大选前几下摆挺台湾，伫今年5月份，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嘛发函予将近60个国家，要求因支持台湾加入 WHO。也有这个月嘛有600多位欧洲国会议员，包括英国、德国甲法国在内，联名写票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，因为台湾防疫效果真好，成功的经验，各国拢想要吸收。不过这摆，伊嘛是无法度参加大会。